选姐妹啦！人家明明看起来是男生，不知安怎，一眼就给我一个闪亮三姐妹，就说她们是女生。我等一下给她检查看看。姐妹有聊看过啊，讲的迄落迄尴尬。既然是女生哈，大家都可以互看。我等一下来给她看一下，看是男生还是女生。现在后壁有迄个美丽主持后壁人迄美丽台风的歌，也看要表演。再请她为我们表演一首热情的歌舞，谢谢。好，继续。好，抱歉哈。继续我们为大家表演一首更热情的舞蹈跟歌曲，就是你是我的花朵。大家往下高一点。感谢爷爷奶奶、叔叔伯伯、阿姨、孙孙。来，这边刚开始哦。脚步看得清楚，有很多可以的因素。荧光棒拿起来，来，考验过爱的程度。高楼天地，霓虹深处，不同在人群很拘束。拉着我，不要飘走，我在你背后挡风。我要拥有你，它在我心窝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保护你，一路到尽头。你是我的花朵，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爱着你，不眠也不休。高楼天地，霓虹深处，不懂在人群很拘束。拉着我，不要飘走，我在你背后挡风。举起两双手，大家站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拥有你，它在我心窝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保护你，一路到尽头。你是我的花朵，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爱着你，不眠也不休。管你心中那多少温柔，我绝对不会对爱你放手。你是我所有快乐圆梦，我和你相会，到达那开心的远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拥有你，它在我心窝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保护你，一路走上头。你是我的花朵，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爱着你，不眠也不休。跑下去了没有？谢谢大家，祝贝贝阿姨大家端午快乐！
闪亮三姐妹里面有没有人要检查？明明是男生哦，硬说他们是女生，现在是女生比较吃香的关系。非常感谢，明年。